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6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美中贸易战搁再升级，不满中国的报复行为，北京上新的声明要针对中国进口美国的商品扣245%的关税。昨暗台南安平有一个食倒的驾驶发生2件车祸，人搁落跑。桃园清溪国中附近有卖出店加做倒啊算店，互家长投诉。台大病院完成全球头一个无欠费时间的心脏移植手术，过程中心脏会继续跳，袂停去，会当减少心脏功能的损害。来看台南市安平昨暗7点外，有一台轿车伫永华路甲国宾路口弄到一台车，无停落来，佮继续驶哦。伫永华旧街佮去弄到2台奥多拜，落尾是互警察抓到。虽然验讲无啉酒驶车，也毋过哦，这个驾驶是有毒品的反应，警方嘛搁去调查。监视器翕到原本在等红灯要倒弯的白色轿车，雄雄去互后壁一只黑色的车下过双变线甲弄落，刷落这黑色的车，佮若像食酒醉，向正边佮驶出去，佮去弄到2只奥多拜，由原继续逃走。这过程去互民众翕落来，后刷这只黑色的轿车去互警方的线顶警望查落来，42岁姓孙的驾驶互带转去调查。虽然酒测是0，不过验药验毒品，初步是阳性反应。驾驶自小客车在安平区永华路不明原因擦撞一部自小客车及2辆机车后肇事逃逸，最后在健康3街撞上停于路旁之自小客车，民警赶抵现场，当场逮捕。车祸发生伫咧15暗时7点外，加在去互弄到伤的骑奥多拜的民众拢无安怎，逃走的驾驶互移送法办。同一天半暝11点外，学甲区嘛发生一件死亡的车祸。61岁姓区的驾驶赛车经过第84线学甲段9公里的所在，不明的原因家己弄到流道路口，因为这弄到的日头真重，驾驶喷出去车外，当场就无喘气心跳。经销到现场紧急送医了后，有缘当伤不治。疑因未依规定减速自撞桥墩，警方到场后协助救护人员将该车驾驶送医急救。警方表示，驾驶若像无下安全带，酒测是0，出代志的原因也爱调查。警方呼吁，这赛车应该照速度的限制，嘛要注意车头前的情形，也有家己的精神状况，确保行车安全。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的清溪国中的附近有一间卖出店，假做是倒啊算店哦，拢有国中生甲高中生出入率，嘛捌互家长投诉。市政府去稽查嘛，发现讲店内哦消防设备无合格，尤其是厝顶的违规建筑，已经要求爱拆除，嘛依照儿少法来处罚。用铁腿将价格全部公开。桃园区这间楼顶家具违建自助卖出店，假是导游店。就伫清溪国中附近，常常互家长投诉学生会来遮。警方临检，市府科技处联合稽查，结果确实发现常常有高中生入去。该场所各包厢，有明示未成年不得进入之标示，但会开始发现，确实有儿少进入消费。原本按依儿权法第47条裁处6万元，并公布负责人姓名。违法的这间店包厢内底放电动麻将桌啊，登记是非特定行业甲治安过路行业立管范围。虽然有打禁止未成年进入的字样，却无查验登记。社会局依照儿少法来处罚。稽查后发现，店内消防设备无合格，空间本身也是楼顶违规架起，监管处已经进行违规空间的拆除。稽查的时候发觉，它现场已经隔成很多的空间做麻将使用，与原来申请的目的不合，而且明显的有消防的疑虑及治安的疑虑，也是违章建筑的空间。
监管处表示，主题区辖区内底扰乱安宁秩序，各有公共安全治安纪律场所，劳检部无合法、室内装修有问题等等，拢会列为优先拆除的对象。除了防止跋筊，进一清少年群体，也确保主题区安宁加使用者安全。公视新闻陶恒报道。上柜公司康和证券的创办人陈国华家族，被指控讲利用股份的龙头20多年来掏空公司上亿。北检长去调查，嘛约谈创办人，佮有前任甲现任的董事长，计共10亿人。最后，陈国华是以135万交保，前董事长陈世华150万交保，拢限制出境甲出海。康和证券嘛表示讲会来配合调查。好不好？好，照到就好。好。在亲戚朋友的陪同之下，离开地检署。这个穿西米的，就是康和证券创办人陈国华。经过检方的核实，16以135万交保，而且限制出境甲出海。谢谢。这个要求无要加讲话，是陈国华因小弟陈世华，伊嘛是康和证券前董事长，先后以15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现任的董事长陈大武同款去用约谈，是无报请回。为陈国华因爸囝、因小弟甲因弟夫啊，一直到康和基会董事长康景泰等人，有11个人去互约谈，分别是请回或者是3万至100多万交保。检方侦办这个案件，发现陈国华因家族啊涉嫌找龙头，甲公司签不实的契约，用这个方式一个月领几十万的顾问费。从2001年开始，20多年来，甲公司偷污超过1亿的钱出来。康和证券甲子公司康和基会小连续发出重要的消息，讲因公司所有的作业拢是照相关的规定办理，会全力配合调查，目前对公司的财务甲业务并无影响。程序上都是会到时候会去进行查核这样子的那确切的查核结果我们就会以行政来处理。上几个公司表出弊端，金马证监局嘛会介入展开行政调查，检方会甲专案向违反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罪罪嫌、甲洗钱防治法等等的罪嫌来侦办。公视新闻台北报道。移民署要求大约12000个中国配偶甲因的囡仔，都爱伫3个月内提出已经注销中国户口的证明。今仔有一个中国配偶是带伊24岁有罕病的查囝去内政部移民署登情，伊讲已经捌交过相关的文件，无了解讲哪爱个补交咧。这妈妈目屎流目屎滴的讲伊阁有查囝，都爱照顾，哪有用登去中国办文件？直到我收到移民署那封信的时候。让我恐怖至极，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这样那么粗鲁的跟我说，你3个月不办好，我就要把你遣送回去。你说不怕是不可能的。警署激动流目屎，六岁张妈妈带24岁罕病查某囝露露，16到内政部移民署外来登情，因为伊顶地也收到补交送是原籍证明通知，爱伫3个月内补件，若无会注销户籍，互张妈妈真歹接受。我爸爸要来办探亲，大概在2015年左右，所以我当初都有送过除籍资料，包括公证什么的。我没有，你要我证明我没有，何等荒唐！我交过除籍证明，政府会查不到吗？我要个公理，你政府凭什么要我跑？我就是没办法跑。他1个月只有15000块的退休金，他要照顾一个家庭。张妈妈一走，张爸爸也垮了，孩子也垮了。强调以前都已经交交相关文件，张妈妈一直讲唔知影即马要安怎补交。佮指出，因为家庭的状况，已经排半工，转到中国去重新找流程，而且6月会公布的4大情况，会当顾及替代，家己恐惊也无符合。我身体是可以的，可是我要照顾我女儿。我就算10年没回去，可是我以后回去，万一去祭拜我的父母的时候。为什么还是要我出具？我不想揣测这个移民署我收到这封信的恶劣的动机。移民署由移民事务组长官出面接张妈妈的申请批，佮发出书面回应。相关个案会当透过服务专线，也是电子信息反映，会检讨执行必要性甲人道需求，会会同陆委会甲海基会等机关一案处理，提供必要协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再来看新北市的地检署最近咧侦办罢免死亡人士案，去国民党的邦桥，阁有3店舗的各党部敲找资料。国民党是质疑讲拢办拿无办理。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早起嘛甲罢免团体出面抗议。立法院民进党团早起嘛开记者会，批评拿白是破坏司法的公信力。司法应该是公平正义的代表，在台湾却变成独裁者。变成统治者的大刀，变成他的工具，用来砍向在野党，用来杀他的反对者。司法办案的核心是证据，而不是政治。现在难道连斗臭司法也蓝白合了吗？连操弄司法、消费司法也蓝白合了吗？另外批评讲，若要批评司法、拔草司法，只是为着家己的政治利益。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是表示讲，会来发起正独裁的行动来反制，呼吁民众的爱人数来罢免立委。再来看国防部树林的宪兵队，个海军的危害野区，拢标出有强点，甚至伫野区提出中共的5星旗，实在是真离谱。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讲，会来修订陆海空军的刑法，来加入一模犯。立委嘛表示讲，会来修法，针对现役退役的军人，若犯到国安相关的法律，就无退休金，也是讲会停止来发退休俸。国军强调案件联合逼出来，国军树林宪兵队负责抓强点，先要到家己内部，才野出有强点。海军危害野区遥官兵加做强点，甚至伫野区内底人5星旗，效忠中共。立委邓多啊批评部队是乱乱去。政治局在搞什么？我10年来支持你们，这个案子一个直接接一个，层出不穷。我们自己当过兵知道，你在营区拿5星旗挥舞，部队有没有烂掉？针对中共的渗透，国防部政战局分析，中共过去利用地下钱庄吸收国军，这几年增加是恶道帮派、规模组织。国防部要阻止中共渗透，要修法加严陆海空军刑法，那就有部分立委也打算修订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针对现役退役的军事官，若触犯内乱或犯罪，定国安法律会停止或就是无要发退休金。这样阻止官兵加速强调。行政院版正在讨论当中，那么原则上来讲，应该是在判决第一审判决之后，会做部分的这个部分。就我了解修法方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加强保防意识，而且要加强敌我的意识，这个是我们赞成的。投降的这样子效忠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示的时候，就本身就会构成违反陆海空军刑法。那另外投敌的部分，我们加了阴谋犯跟预备犯的部分。海军计划要进行野出有中国身份证，国防部展开全面清查。郭立雄表示，有62人有中国居住证、无身份证护照，这人服役期间未分发到政府守则。资讯通信、航空飞行、蓝艇加研发单位也被担心新式武器操作人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人工智慧发展了真紧哦，对社会嘛有真大影响。立法院今仔是办头一场的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的公听会，邀请专家学者来讨论 AI 法制的规范，望讲会当来进行风险的管理，嘛通来促进 AI 产业的发展。人工智慧产业发展正紧，包含欧盟、美国等先进国家，拢建立相关的法规，台湾所无任何规范，毋但影响对外合作，也可能造成应用电源的乱象。国民党立委甲陆军等人提出台湾第一部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交予立法院处理。10日举行第一场公听会，要听各界意见。希望通过本法的推动，领台湾跟在全球的这个 AI 创新浪潮中能够占领关键地位，同时维护国家的主权跟文化价值，创造更有智慧、安全而且永续的数位社会。使用者受到侵害的时候，应该要向谁提出救济？
好，那由哪一个主管机关来进行仲裁等等哈，这个在未来应用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哈。吴纳官方希望立法应促进 AI 基础设施甲产业的发展，公民团体是希望立法应将安怎救济这部分拢纳入规范。如果是用来做研究，必须取得当事人的同意，这个也是普世价值。可是，在应用上，怎么让这种应用得以确保，让我们在健康促进、疾病预防上得到保障，我想这是重要的。因为进前发生健保资料库个资使用争议，甚至是个资遭到盗卖问题。因为健保资料库退出权的草案已经送行政院审查，学者希望基本法伫个资保护顶悬也会注重，也希望台湾参考各国规范，方便公司部门伫 AI 应用顶悬的管理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AI 发展的速度是非常的紧哦，相信对未来产业嘛有正大的改变。有真侪人嘛真烦恼讲 AI 会冲击到社会伦理，造成真侪问题。后面伫今年就通过人工智慧法案，是全球头一个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公约。咱台湾的 AI 基本法的草案今仔嘛办公听会，嘛按说讲今年就会送到立法院去审议。今仔解剖新闻，咱就参加顺来为咱说分明。是主播。即马咱 AI 人工智慧的技术是当咧大发展，毋过安全性甲信任度是拢有真大疑虑，所以即马全球包括着欧盟、美国、日本、韩国等等，拢有陆续制定相关的规范。咱台湾伫咧去年嘛有国民党的立委送出人工智慧基本法的草案，内容就包括着这主管机关部应该是所谓发展部应该爱交互各科会来管理，爱积极来投资发展，佮有爱亲像欧美国家共款，就爱建立分级风险的制度来管理。政府单位嘛，应该爱开放资料来加强 AI 的主权，也佮有繁体中文字的训练，避免着中国的简体字甲意识形态来渗透咱台湾。另外，也佮有针对着偏乡或者是经济弱势族群，就爱提供互因愈侪 AI 教育资源，落实着所谓平权。目前，咱立法院嘛，正咧举行头一场的公听会，要来收集各界的意见，互咱台湾伫咧 AI 时代会当防范风险，加强发展。咱若要讲到这制定 AI 的规范，就一定爱来看到全球上大型要实施的欧盟，因就是针对着 AI 的工具，有对风险的低到悬分类来管制。风险上低，咱先来看，就亲像过滤批信、过滤信息这个功能，这就毋免受到管控。毋过风险较悬小块，亲像开讲机器人，这就要求着爱保持透明度。也就是讲，爱互人知影讲，这使用的风险嘛，爱会当查出这是 AI 提供的资料，或者是透过 AI 产生的影像、声音等等。再来是高风险的 AI 工具，譬如讲分析个人的资讯、医疗数据，甚至是伫咧司法、招募人才等等咧使用，这对透明度的要求是更较悬。爱向使用者来提供详细资讯，避免有偏见，嘛确保袂去影响到人类的权利。也若上严重的袂当接受的风险，也就是欺骗甲操控人类，也佮有做社会评分这寡行为是完全禁止的。毋过即阵这规范嘛是去面临着制定上慢、无够周至，对袂着技术发展的问题，嘛造成部分相关的企业为着要符合这规范，得要付出更较侪的成本来做测试改良，恐惊是会去拖累着 AI 产业的发展。总是咱制定这 AI 人工智慧的规范，是要来确保人类的主体性，也佮有隐私安全甲智慧财产权这权利袂去受到侵犯，兼顾科技也佮有人权。咱今仔日解剖新闻就先讲到这，所将镜头交转去互主播。感谢雅顺哦，咱继续来关心关税。美方即马是表示讲，说来会来宣布精品的关税的税率。早起，咱的经济部长郭智辉伫立法院嘛强调讲，美方正关心生产地议题，那么已经有提出4个方案，卖严格来处罚咯。违规一案上济是会当罚300万，甚至会来废止业者进出口的资格。美国嘛指出讲，即5个国家是签新的贸易协议优先的对象，也毋过其中是无包括咱台湾。也毋过经济部是强调讲，咱个继续去甲美方来谈判。
关税议题全球拢在讨论，美国总统川普更加有个会伫这礼拜宣布晶片关税税率。经济进程台美头一波谈判过程，美国真重视商品违规运转、生产地问题。昨日经济部长郭志辉伫立法院备询提出4大方案。集产地的部分，我们第一个对监测进口量就是跟输出美国的这个产品呢做全面的勾稽把它勾稽出来。第二个，当有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从严加罚。政府向全国顶下游业者宣示，担负起反倾销、反生产地运动。也毋过同一个时间，外国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韩国、英国、澳洲、印度甲日本列为签订新贸易协议的优先对象。外界关注台湾谈判进度，敢是放放伫边啊？我们已经先确定我们要谈什么，日本啊、韩国他们还没有，所以他们第一波也是，所以我们算是还领先这第一波的5个了，对不对？应该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在4月11号他们谈的部分呢，大概就谈对等关税、谈非关税贸易障碍、出口管制等多项的议题。具体的，请问我们的880亿是否会加码？如果有必要的话，会加码。中央对外谈判同时，中小企业会开始承担对美国出口10%的关税。立委强调，像工具机、自然车、航太业紧张，纾困款下有增加的需求。另外，经济部也搁一次表示，会加紧速度往加入 CPTPP 方向努力，希望多方面巩固产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要扣关税，中国的产品恐惊透过台湾来生产地。有立委是真烦恼讲，美国认定讲产品有3%5来自中国的原料甲零件，就算是中国制造，甲咱台湾认定的标准无啥相同。所以立委是建议讲，咱应该甲标准改甲美国差不多哦。也毋过经济部嘛表示讲，会搁继续来甲美方沟通，嘛呼吁业者着爱减少来使用中国的原料。美国关税措施恐惊会致使中国的产品经过台湾的生产地，因为美国的标准是产品只要有35%是中国的原料，或者是伫中国做的，就算是中国制造，会扣较重的关税。不过台湾的标准是附加计价率超过35%，就会当认定是台湾制造。有立委烦恼台美认定的标准无共款，会互厂商杀无涨，建议就要修改做甲美国较接近的标准。台湾认为是台湾制造，美国认为是中国制造，这就刚好是美国认为你在替他洗产地啊。相关的规定，我们会再跟美国政府来做沟通，所以我们现在呢是积极的鼓励要降低这个所有的产品的含中成分。我们经济部也会辅导相关的业者。为了阻挡违规转运的情形，经济部提出4个做法，包括监测进口量、严格处分、加强反倾销调查，加对业者宣导。若违规者上当会当罚代票300万的罚款。除了生产地的问题，立委嘛烦恼中国的产品会压价继续硬销入来台湾，冲击来国内市场。大陆台商会不会成为大陆产品低价倾销台湾的破口？会调查第一个有没有低价倾销，甚至有影响到国内产业的部分，所有的破口我们都必须要防堵。为了阻挡中国的产品生产地甲压价销售来台湾，财政部会采取事前预防、事中严查、事后严罚这3个方式。各管区嘛会成立强化违规转运查核小组，嘛会研究敢是要提供检举的奖金，来鼓励民众到检举不法的情形。公司新闻台北报道。美国说来嘛可能会针对药品来扣关税，卫生福利部嘛针对可能会受到影响的药品甲医材来列出清单。即马有癌症的病人是真烦恼，讲未来药啊若起价，看要安怎办哦？也毋过卫生福利部部长邱泰源是表示讲，还未发生的代志，就先毋免伤过烦恼。美国总统川普拍算对半导体甲药品加扣关税，国内癌症病友烦恼受冲击。未来药物介绍会起价，恐惊负担不起。不过，卫福部长邱泰源安尼讲：任何还没有发生的事，也不一定会发生的事，我们可能先不要担心。向民众发声，请大家放心。邱泰源强调，卫福部会建立药品欠缺同步处理机制，制定必要药品的清单，鼓励业者增加原料药来源加度比，建立原料药加速审查的机制。而且主动监控国内外药品的强行。健保署迄今没有必要药品的清单，食药署的必要清单是用自己管理的，不是为了让厂商通报。厂商通报只是其中他们要做的一件工作。卫福部不能没有对策，这边要怎么应对？成本真的有增加，那么当然
可以有一个可以他提报他的成本，来申请，然后我们有一个公式来做一个调整。另外，为支持新药在地制作，相关修法会伫4月底公告。针对国内制作的项名药或者是生物上市药啊，有优惠设计。预计做出什么成绩？那民众会对药价会有什么感受？我们现在也去鼓励，如果你是在国际先上市的2年内到国内来制造的这种新药，我们也有合价的优惠措施。这边我也应对关税冲击，卫福部已经开始盘点国内药品医材等建立可能受影响的清单，也适时调整药价，必要时阵争取另外预算来执行。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外国媒体指出，讲美方优先考虑甲英国、澳洲、日本、南韩、甲印度这5个国家来展开关税谈判。咱台湾无伫头一波的名单内底。外交部长林佳龙是表示讲，咱甲美国的关税谈判嘛已经正式开始了，即马嘛有一寡进度。美国关税政策造成全球市场的不安，川普宣布暂缓关税90日，咱国积极甲美国交涉。不过，根据外国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透露，优先考虑英国、澳洲、日本、南韩、甲印度5国作为首要关税谈判目标，台湾并不列入。我们已经正式展开台美之间有关关税的谈判，这个不管就谈的这个项目，还有涉及内容，都已经有一些进度，会在针对他们这个特别关心的部分，再能够提供更多的资料。美国关税政策引起全球市场的不安，交通部16去立法院进行专题报告，表示目前海运甲空运影响，拢因为关税暂缓渐渐恢复。不过伫90日合并期内，东南亚可能产生转单效应，为了争取汇款来台中转到美国，港务公司已经要求基隆甲高雄自然机场投入准设甲后线场地资源，佮建议调整奖励条件。一个可能是会塞港。突然很大量的从台湾的港口进出，对，尤其东南亚，它可能要避开其他关税等等部分嘛。比较少的时候，没有人要来的时候，我们当然就要鼓励嘛，就要奖励，希望鼓励嘛。好，那如果多的时候，我们就希望港务公司先把空间先空出来，好，把我们的盘点可以出来的土地先空出来。到底有没有跟业者了解他们到底现在需求？第一波影响会比较大，大概是海空运啦。好，那海空运的部分，我们随时跟业者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且针对他们的定位率也好，或者是订仓率也好，我们随时都在掌握。交通部表示，国际海空汇运自由化程度悬，国际业者为了避开高风险地区，也是顺应产业链牵线，会依据市场的变化，机动灵活调整航线帮助。民航局甲航港局会审慎因应全球需求变化，来协助业者机动调整全球航线网布局，加增加营运的弹性。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目前咱国内长仔病毒已经有发长号，疾管署表示讲，今年全国计共是有4例长仔病毒的重症，其中是有3例死亡哦。5月底会阁有一波高峰。中法官今仔早起嘛进行校园长仔病毒处理的演练。家长带囡仔去予医生看，医生对囡仔的手、脚抑个喙出现的镜头，确认这是长仔病毒感染，随通报幼儿园启动相关的机制。中华管府16伫咧花坛启动校园长仔病毒阻击事件演习，模拟发现幼囡仔感染长仔病毒的处理方式，抑个有校园的防疫准备。嘴巴有破洞还是手有红点的话，就会请妈妈先带去看医生啊。如果小孩真的是有肠病毒、疑似肠病毒，我们都会请小孩做休息7天。最近长仔病毒的疫情虽然缓和，不过中华县政府表示，长仔病毒的流行有周期性，尤其每一年的春夏之间拢是高峰。虽然目前也无出现重症，不过病毒的感染趋势平因果无同。死亡的病毒看起来，往年我们都是71型比较会那么严重，那今年发现是有 Echo 跟 Kosaki 这2种病毒，这是第一个今年的这个疫情需要再特别注意的。根据疾管署的统计资料，去年全国累计有12例重症，今年到达全国已经累计有4例，其中3例已经死亡。虽然顶礼拜敢若3805人就医，不过5月底到6月，预估会有另外一波高峰。
往年的一般的肠病毒流行期间，其实就是4月到6月，但是今年就是看起来会延后报道啦。所以以目前的趋势，这样预估5月底甚至6月初才会进入流行期都。疾管署表示，今年第一波高峰伫咧2月左右，其中当前大部分拢是还未满9岁的幼囡仔。提醒家长，除了爱落实卫生，还有消毒的工作，若是有相关的症头，就要赶紧去予医生看。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中研院生医所的特聘研究员陈志成的团队发现，讲酸甲痛是无同款的感觉，引起酸的神经毋是痛甲神经，是本体感觉神经。酸甲神经伤过活化，就会来造成慢性的酸痛。甲过去的痛痛医学理论无啥相共，咱做回来了解。这酸痛痛伫咧台湾筋肉骨头酸痛的医疗支出一年超过2000亿，使用人数上侪就是止痛的药物，也毋过酸甲痛敢是同款的感觉。中研院生医所特病研究员陈志成团队发现酸甲神经的存在。本体感觉神经就是一种酸觉神经。本体感觉神经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默默在工作的神经，一般认为是被动，只是感觉而已。其实它不是。它过度活化之后，就是让我们产生酸。本体感觉神经就是一种酸觉神经，过度活化会引发酸感，毋是痛感。但是慢性的酸痛会影响去周边的痛觉神经，就会有酸有痛。研究结果改变50年来医学界的观念，创造台语酸罗马拼音做自首的酸ception这个名。But we don't really discriminate between the two. We just have the one word, which is pain, to find that there is a physiological and neurological basis for that discrimination. And that's what's been so fascinating in working with. 其实有些不是在止痛，有些是在针对酸，那有些是利用调整酸觉神经的活性，来达到止痛或是止酸的效果。陈志成指出，伫咧国际重要学术期刊来发表联合首创酸ception这个名，了后会被应用，有希望互台湾伫新兴神经科学研究领域有绝对的讲话权，而确定酸甲痛是无同的感觉。伫咧临床的精准诊断，避免无科学依据、无效止痛的处理。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上新的消息咯，美中贸易战搁再升级。北京上新的声明，因为中国提出报复的行动，所以将对中国进口美国的商品关税要对145%，即马要提悬到245%。北京早嘛表示讲，球是伫中国的手头，是中国爱主动来甲美国协商。美国白宫15面对记者提问，川普捌讲中国若答应甲 TikTok 卖予美国，就会考虑甲中国收起美国的货降低关税来做交换。即马即个提示敢要有准算？ The ball is in China's court. China needs to make a deal with us. We don't have to make a deal with them. China wants what we have, the American consumer. Or to put it another way, they need our money. 美国总统川普提出关税政策，即马有超过15个国家提案，相信真紧就会宣布相关的消息。川普这边卡甲贸易团队讲，希望会当亲身批准这的所有的协议。因若美中关税战目前的情势，川普讲，针对甲中国做交易是保持开放的态度。面对外部的不确定性，中国将坚持握手而非挥拳，拆墙而非筑垒，连通而非脱钩。我们将继续不断做大贸易的朋友圈，做强投资的引力场。美国对中国加扣关税累计税率是145%，中国反制为84%增加做125%，两国硬对硬，互贸易战升级。彭博社引用知情人士的消息，中国下令航空公司暂停接收当咧等要收回波音客机，这嘛算是对美国拿回应拿出手。另外，川普初九宣布暂缓对大部分的国家扣对等关税，真侪国家嘛拢想要有这个90天的缓冲期。 또 그런 나머지 부분들은 또 새 정부가 출범을 하면 마무리하는 게 어떨까 개인적으로 생각을 하고 있습니다. 美国财政部长贝辛特讲，英国、澳洲、日本、南韩甲印度这5国，目前来做是优先谈判的对象。各国嘛提出办法来应应。南韩为着避免外口外销的经济受到打击，是又搁增加预算。那日本是希望说服美国，双方唔免扣关税，嘛会当实现双赢。亲像透过扩大日本对美国的投资，另外本田汽车嘛按算主动迁徙去美国来制造。
和北美9成销售的车款拢伫美国来生产。印度甲印尼是希望透过减少双边贸易的逆差，也来英国是甲重点放伫甲美国加强人工智慧、科技、甲食品等商品的合作。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再来看美国前总统拜登今年1月落任了后，或者公开出席哦，昨日伫一场活动发表演说，伊是批评川普政府想要抬掉美国的社会安全福利。伊讲川普就任阁还未100天哦，就对美国社会造成真严重的伤害。Fewer than 100 days, this new administration has done so much damage and so much destruction. It's kind of breathtaking it could happen that soon. What makes us distinct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 comes down to basic, in my view, fundamental American values. Nobody's king, nobody's the boss, everybody has a shot. 拜登昨伫Chicago一场新疆权益倡议活动发表演说，是伊落任了后头一届公开的谈话。拜登是警告川普政府唔通对社会安全局来抬减预算。拜登嘛批评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等部门哦。拜登伫30分钟的演讲是拢无讲到川普的名，拢用迄个人来称呼川普。再来看后面的哥白尼计划上新的气候监测报告是指出讲，2005年哦是有记录以来温度比去年3月低1点仔，是全球温度第2高的3月。伫过去的一冬哦，全球平均的温度嘛头一届超过巴黎气候协定哦设定的1.5度的附顶。后面哥白尼计划这项团队顶日发表的地球气候变迁监测报告指出，过去的21个月当中，今年3月是第20个月全球地表气温高过工业化进程超过摄氏1.5度，也不过比起2024年的3月又还加0.08度。另外，为2024年4月到2025年3月这12个月期间的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进程会高出摄氏1.59度。头一摆突破巴黎气候协定所设的1.5度底限。2024 was the warmest year on record for Europe. As we know, 2024 was also the warmest year on record globally, and the first year with a global average temperature exceeding 1.5 degrees above the pre-industrial level. 后面的哥白尼计划，佮叫做全球环境甲安全监测计划，由欧洲太空总署ESA执行，为2003年开始规划，2014年的扫平1号卫星开始，6组拢总有18粒系列遥测卫星先后升空，分别负责监控地表甲海洋表面的温度、各地土地利用、南北极冰层变化等等。Europe saw the most widespread flooding since 2013, with river flows in 30% of the river network exceeding the high flood threshold and 12% exceeding the severe flood threshold. According to the IPCC, Europe is one of the regions with the largest projected increase in flood risk. 2005年3月是有记录以来全球平均温度第2高的3月，也不过伫欧洲却是上温暖的3月，平均温度达到摄氏6.03度，比1991年到2020年这30年间的平均值高出摄氏2.41度。另外，有卫星监测的47年以来，2005年3月的北极海峡冰层面积创下上世纪录，比2023月平均值小6%。气候变化也加重各地烧大打扫，也是暴风雨的严重程度。哥白尼计划的执行团队指出，为西班牙、葡萄牙到挪威、冰岛、加罗西亚的西部，气候暂时造成水源频率增悬。在英国中欧甲欧海沿岸，也有北美、亚洲甲澳洲、非洲，是有更较侪大扫所引起的火灾现象。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去年7月2号暗时，一台台中客运的公车伫龙井发生车祸，去弄到5间厝。车祸已经发生10个月了，有住户是指控讲业者当初有答应要赔偿，也毋过到今阁还未赔，嘛拢联络袂到人。业者是回应表示讲，这是因为赔偿金额阁超未平，嘛已经展开民事的调解了。大雨当中，公车弄到门卡口，
看榜落落来，现场是一片乱糟糟。台中市龙井区中山路，去年7月25号暗时，一台台中客运290路的公车，因为车祸弄到5根面体，造成厝受损。其中一位住户指控，台中客运有承诺要赔偿负责，但是敢若修复墙围啊、甲雨遮，其他修缮的项目到当医院还未赔偿，也拒绝联络。监视器、电话的网路线，然后电表、水管一些都被他撞坏，然后他说叫我们收集收据送给他，他们会负责理赔，然后就没有消息。事发迄暝，公车是沿中山路由南往北行，经过向上路6段快车道的时阵，因为路口护志受到雨势影响故障，甲直行向上路的老南所驾驶的轿车弄到，公车是向前继续行弄到面体。其他受波及的住户是表示，徛家的围墙去弄歹去，但是公车业者已经负责修复，也签好解书，无清楚还佫有其他的纠纷。咱要求的话，甲咱从都较慢尔啦。换落照咧，甲咱做啦，做好，迄落阮落来，迄落阮合约就写好伊啊，和该书馆就写好伊啊。他的房子我们都已经修复完了，那就是剩下这植栽这些东西，那个金额有意见嘛，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已经提出调解了嘛，这样子我们怎么会说不闻不问？公车业者是表示，5根面体墙围啊、甲遮雨棚拢已经修好，其中4根拢完成和解。敢若王姓住户对门前的一物求偿的部分也佫无强势，目前当进行民事调解，等待调解结果，并唔是无要过门。公司新闻台中报道。高雄的轻便铁路伫顶个月底有一台车进站煞拢无停，司机员发现北区驶转去月台。高雄捷运公司是表示讲，是因为这个司机员向误神，所以无停车，嘛已经有处罚，嘛向乘客来回失礼。无简单等着轻铁列车煞到站无要停，驶到前方路口才停落来，互准备坐车的民众真戆面，因为车停的位置伫咧十字路口，一度使得当地交通混乱。事后发现，原本列车爱停伫树德加上站，所以因为司机员受代志失神，等甲驶过站才发现。本案系3月29号早上9点17分，高雄轻轨的司机员驾驶轻轨列车到C29树德加商站时，发生人为疏失，以致造成列车于树德加商站过站不停。高捷证实，这状况发生伫顶个月底，当时司机员发现出错了后，倒车转来月台，才互民众上下车，已经定出这名员工的疏失。我会蛮生气的啦，因为会觉得我要搭车，可能影响到我的时间之类的。爸爸一定会当掉的呀，应该是都可以理解的。有时候我们工作上也是会有疏失，他又不是常常这样，我觉得还可以啦。点火现场树德加上站2行2站会先撞到车流量较大的十字路口，当时轻铁一度停伫路边，确实可能导致交通混乱。高捷强调，轻铁列车专程爱手动驾驶，而且需要持续饲一个安全的机制，确认司机员是失神，毋是拄久，造成民众不便，还佫影响交通，真失礼。会加强这名司机员的专业训练，还佫有考核。公司新闻王丽婷、明昭宽高雄报道。再来看高雄市的高山山路有3公里的路段因为电线还未地下化，有议员就指出讲附近4档就跳电27摆，互当地民众是真困扰也毋过台电是表示讲今年的经费有困难，电线地下化的工程爱搁等。工程人员也定期甲树尾锯掉，修整好势了后，就要先将这树仔再走，替电线地下化做准备。高山山路这3公里长的路段，甲搭电线也未地下化，边仔树仔大丛，佫常常有狗甲碰瓷来乱。对2020年开始，拢总跳电27摆。附近民众讲，干那手电都爱加传几落机放伫厝内。逐站楼拢有准备的对啊。系啊，你逐站拢有准备啊。你也想人紧做尔呀？话海军也毋是拢起到遐悬啊，对无？遮伊就讲什么地销。袂使地销啊，是啥物有一个啥物弹药库上面会。那边真的必须下定，你看3个月有办法跳停电8次，那其实对当地社区造成一定的影响。高山山路的电线地下化问题，对107年就开始讨论。不过因为车路下面有超过7米块暗坑，电线无再掉坑。去年台电有甲相关单位去现场会勘几落摆，最后决议要先伫其中一段建经路到新疆路这段人行道来做地下化工程。不过这个工程即摆因为经费的问题也有变数。决议在建荣路到新疆路区段改于人行道来进行电缆地下化的工作。但是为鉴于本公司的财务
状况非常的严峻，今年3月起都暂缓相关地下化的工程。台电今年原底要补助2000亿的预算，因为地理法院无过，居民希望的电线地下化工程可能要搁等。台电表示，现阶段有加强当地巡检、树外修剪、甲电线套管做保护等等，希望会当减少跳电事故。记者柯家如邱朝阳、郭永昌报道。海鹰是二级保育类热人的岛鸟哦，逐当的4月到8月会飞来台湾的花莲溪、甲日本溪出海口生态。也毋过最近哦，发现讲这个所在受到真侪破坏。花莲野鸟协会哦，另外伫和平溪出海口，嘛发现讲有真侪海鹰在生态。这是花莲上北边的和平海沙坡，伫应顶馆咧找食的鸟啊，是为纽西兰甲澳洲来的二级保育类的岛鸟小燕鸥。从去年开始，因选择伫这片海沙坡啊生态，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无任何的干扰。它那个地方是在一个堤防外面，就是很高堤防，所以一般的人比较进不去，那沙滩车也进不去，所以它的人为干扰会相对的来说，像比利乌溪口来的会更少一点点。小燕鸥每一年4月至8月会飞来台湾，因为伫花莲主要是伫花莲溪或者是日本溪出海口。不过最近这几年因为人为或者是动物的干扰，小燕鸥栖地受到破坏。即马和平溪是新的据点。嘛，互当地工业区的业者是真感动，所以会成立巡守队来协助保育。那因为和平电厂跟和平港的阻隔，非常意外的造就了一个小燕鸥很安全的一个孵育的处所。而志工巡守队的成员，我们更结合了我们场内的这些包商朋友们，一同来参与。野鸟协会甲台泥公司头一届合作，嘛，互小燕鸥伫和平溪出海口数量有稳定的成长，目前差不多有120艘。团队按算3年来，互番薯率提悬10%，嘛去学校推广小燕鸥保育、环境教育的课程。公司新闻花莲报道。台东的绿岛哦，逐当拢有游客渡水。东海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这个月就办畅水味的教练培训，办过会当来提升游客安全，嘛避免破坏生态。天气好起来，绿岛水域活动大过就要来临。伫绿岛无畅水证照的游客想要挖进大海，上好的活动就是浮场，穿救生衫、挂面镜甲呼吸管，摕着教练就当伫半浮的海中看到海底世界。依照水域游客活动管理办法规定，浮场活动要有合格证照的浮场员才会当带人浮场。为了迎应许多大量游客到绿岛浮场，东海华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这个月特别开办编辑浮场教练训练课程，补助当地民众甲业者课程费用，有计培训30人，提供充足的浮场员服务游客。其实除了这个水域的这个训练之外呢，其实我们在这个5月初呢也会跟这个台东县政府一起合作去做绿岛的这个水域游戏活动的经营业者的一个稽查。当然对游客就多了一层保障嘛，那相对的对店家也是一样的道理呀。管处强调，因为大量游客浸伫大石区浮场，无适地会搭着船乌搭，即摆课程特别安排绿岛海洋生态资源保育，要求浮场教练带游客浮场，爱避开生态敏感区，和游客安全耍水，也爱保护绿岛海域生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林保署推测讲，全台湾的石虎敢若剩300到600只。最近林保署分析台中和平区一带红外线的翕相机发现讲去年11月有翕到2只石虎，是从翕相机6当来头一届翕到石虎，佮有翕到其他17种的野生动物。林保署认为这是大甲溪附近的保育有真好的成果。石虎的活动范围多数伫前山地区。今年3月伫分林有记录到31条石虎出现伫哪来甲高坑的行踪。最近林保署伫分析台中和平区苏科巴社区的红外线翕相机成功的时，发现去年11月有翕到2只石虎的行踪。这是自从采翕相机6年来头一届翕到影像。林保署指出，这届石虎出现伫大甲溪水头的苏科巴社区，有可能是族群扩散。推论虽然大甲溪现在这个斯科巴不是在就是以往有记录过，但是它看起来是扩散出来，所以表示说，石虎其实它一直在它会到处走嘛，那它在扩散的时候，它也会找寻适合的，所以这里未来也是一个潜在的它可以建立族群的地方。这样，石虎是一级保育类动物，主要分布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浅山。
台湾9號保育協會表示，大家溪水頭海拔1050公尺的蘇科巴社區，那連接大家溪水尾棲地的當時，新社韓國幽靈班地等等的千山棲地生態網，嘛是串聯苗栗南投兩大9號棲地的重要區域。協會嘛指出，台中平地開發程度懸，千山區閣有保產淨規制等等，9號若棲地較破碎，也有農藥含農動鳥狗等等的威脅，呼籲林保署和地方政府的重視。譬如講對農民就較補助，還是鼓勵。啊，農民會當講莫去用藥啊，貓啊、甲狗啊的部分，其實民眾的迄個觀念其實較重要。恁若陣大個所在，就是佇咧深山的所在，出去都溪都是有山，啊，你的狗啊、甲貓啊放出去，伊去山內做啥物代志，你也毋知影。林保署指出，即個影像也發現漳水馬和台灣葉片被保定等17種野生動物，這嘛顯示社區部落和農友協助推動優先9號棲地保育工作已經有初步的成果。記者盧長珠、曾俊堯台北報道。來看台大病院完成全球頭一個無欠費時間的心臟移植手術，在過程中心臟會當全程繼續強化提供酸素，心臟會繼續跳不停去，會當來減少心臟功能的損害，提高手術的成功率。手術了後，麥當恢復得如何？那麼做伙來了解。米比亞笑分享家己的復健過程。49歲的蘇小姐11年前因為心肌病變，有心衰竭的症頭，上嚴重的是連坐力、體力攏真無爽快，常常住院。不過去年8月，伊順利接受全世界頭一個無欠費時間心臟移植手術。台大病院團隊透過創新的技術，讓心臟離開人體到完成移植這個過程，心臟會當繼續跳。今麥蘇小姐已經順利恢復正常生活。離開加護病房的1個禮拜，我就可以很正常的走路30分鐘，不用停。然後到現在，我可以一口氣爬上4樓的樓梯，然後不用中途不用停。傳統的心臟移植手術，把心臟對管的人身軀內提出來了後，心臟會暫時停氣袂跳，時間也愈拖愈長，對心臟損害可能就愈嚴重，也影響接受心臟的病人手術了後較無好恢復。不過上新的無欠費時間心臟移植，因為持續灌流血液酸素來降低移植過程對心臟的損害。那我們是全程從摘取心臟的時候，我們就給心臟持續的灌流，一直到我們移植完成，這個整個過程都是有持續的心臟灌流，維持心臟的跳動，所以它是等於全程的零缺血時間，它也沒有再灌流的時間，所以它就沒有缺血再灌流的心臟傷害。通看到咧進行無欠費時間的心臟移植，需要濟醫療人員確保心臟有持續咧跳。因自1990年到當已經累積完成700多例傳統心臟移植，目前已經用上新的技術連續完成2例，也確定技術的安全性是有夠的。台大病院表示，目前是限制佇院內執行，未來因會持續優化器官維護系統，以會當下病院送器官完成移植為目標，提升全台灣心臟移植的成功率。記者張家嘅謝桂玲台北報道。2025年的世壯運動5月特別起過，目前計共有25000人報名參加。台北市政府今日嘛公布講，雙北市長佮有金曲歌王蕭煌奇等人嘛攏有報名比賽哦。台北市政府嘛預估到時陣台北市一天哦，至少有5萬人來看比賽。2025年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5月17日就要開始，台北市政府也提早公布今年的名人選手，有雙北市長朱萬安和友誼的壁球比賽，音樂團體911參加的溜大掃比賽，金曲歌王蕭煌奇參加的溜達比賽，和102董事長嘉英姐參加的水球比賽等等。市府表示有這個名人加入，替世壯運宣傳，預估達日台北市會因為這場運動會加入5萬人的人潮。整個大台北地區在日間流動人口高達70到80萬的這個部分，其實多了這幾萬人，對我們整個大台北地區而言，都在我們的交通可控制的範圍之內。我們一定會制定最完善、最嚴謹的交維計劃。這屆世壯運有35種的運動類型，也規劃61座的比賽場所。台北市的電競比賽場也引進全台第一個配速頂，讓參賽者在咧比賽時陣有穩定的節奏，也打造戶外運動場。親像在台北市府頭前有人工的沙坡，讓排球比賽使用，也會將國父紀念館變做戶外野賽場，讓都市變做戶外運動場。
这次的运动项目非常多，包含35个运动种类，那61个场地，所以其实每个场馆它要搭配什么样的运动种类，其实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来去做思考的，所以才规划出现在目前非常完整的场地，供国内外超过25000名的选手来去做一个体验。台北市政府表示，目前拢总有25000人报名参加这场运动会，其中600人是外国人。年会上大的参赛者是109岁泰国人，专工飞来台湾参加比赛。市府也鼓励民众共同参与，替选手加油，也带动个人的运动热潮。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7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元宵盖老咧，四乡五岛，大家庄头拢有家己的白板，八间光鸡拜年，小马娘有特色，点燃马良。人情之间的感情，更加是美丽的风景。4月18、拜5暗时10点，文化小放伴。